而且之前来看立法院的消息，立法院今日进行这个委员会调集委员的选举，进前风声讲交通委员会调委，国民党的立委陈雪生有可能会让好民众党的立委林国成。不过透早，民众党的党团总调黄国昌就表示讲，8立委会全力支持国民党所提名的人选，时安党有这款的改变，陈雪生嘛讲，确实有外界压力。 陈先生到站。电选票大家看，国民党立委排一排，伫咧交通委员会支持陈雪生继续担任调委。不过伫咧遮进前传出要让互民众党的林国成，可以看不能说。香港甲选票会挂边后，民众党尾这一张选票嘛投互陈雪生，两人搁握手展现好交情，这是结果大反转。陈雪生嘛讲到党内确实针对让调委的代志，担起真侪压力。交通委员会我们2个一定合作无间，不管政党上也好，我们私人的朋友上、兄弟的情谊上来讲。那我大哥，他能力比我好啊，他也是比我资深啊。但是我在想，替老百姓做事或者争取法案。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当招委。事发经过2月25，国民党强势赢定，大多数南委拢同意让这些调委和民众党，嘛授权党团3场去谈判。不过离投票2月29会知影，敢若剩3天的时间，并也无提出想要倒一个委员会或者是遴选。万不利伫咧党内有倒段声音，而且含北京无收到时间谈判的2大因素之下，将规尾国民党回到上官署推荐家己遴选方案，而且北京嘛投予南县的调委遴。 我们其实完全没有提到召委选举的事情。我们昨天在通话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表明，希望未来针对福国利民的法案，大家能够携手合作。国民党本来就有备案，就是8个委员会共同来支持自己的召委人选，双方都有善意。 但是民众党非常客气，并没有推。那被党团的总调继续释出诚意，因为调委的选举嘛搬出另类的那边合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